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台视在一点》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一点现场上新的消息。来关心市长韩国瑜今日在高雄市议会来市政总质询，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其实我们道路这5个月来已经重新铺了将近133条。我想讲心里的话，我韩国瑜领导的新市政府的团队对于路平专案、对清水沟，我们是非常重视的，而且好像被污名化，认为我们做的不够扎实。去年高雄市政府在前朝的时候是花了10几亿在铺，我们现在的钱这么的少，真的，我们根本市政府的财政这么困难，挤出了这些经费，就是希望高雄市民有一条平安回家的路，铺了133条的路，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，所以这一点我希望议会的议员能够看清楚，高雄市政府的新团队是真的一心一为人民来打拼的，好吧？会觉得对议员不尊重？我觉得李石川副市长他前面讲述的话，在拆这个桥的时候，他讲得非常的完整，而不是今天被扭曲来攻击他或者批判他。他觉得他30几年公务人员，他无法忍受像这样的批判，因为他是非常认真在做事情的，他只是要表述这个。那前天凯道活动这么成功，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说你是不要参加国民党初选的，怕黑箱作业。还有韩粉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脱党参选？今天是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现在一心一意就针对高雄市政的问题，其他我就不方便回答。那周大业他们现在要你提市长，待会民进党那时间点还有地点，立刻就失火了。我觉得花莲警方一定要查。我最关切是这几十个摊贩。他们是靠这个摊贩在整个这个设备、这些生产的器具在维持养家活口。这几十个摊贩一下子被火烧掉了以后，他们要怎么样谋生活？我关键是这个，所以我觉得花莲警方应该赶快来查，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。那这些摊商，我想花莲县政府也一定会赶快来照顾他们。这几十个摊位不是开玩笑的，每一个都靠这个来养家的，好不好？那有没有可能发展外销变少，是他们也吓到。不会，谢谢了，因为今天是高雄市政的总质询最后一天，我尊重议会，我们今天就全部是以市政来作为探讨，然后等一下在最后的质询，我们尽可能来做一个 ending， 好不好？最后谢谢。许来议员有说要你辞职的话呢，